然影响守护海峡，嘛守护民众生命安全。继续来到屏东，来关心另外一段在地居民守护河川水系的故事。屏东万峦乡的五高村，最近这几冬来，这种飘飘河的水上的活动真兴旺，让游客坐伫个漂浮的载具面顶，顺着溪流体验亲水的趣味。这毋若是一个观光娱乐的行程，更加重要的是，要来唤起人类对水的感情，进一步传承文化，保育环境。另外，伫个内部乡的东片社区，在地人为着要捍卫水源，无少代价对抗饲猪啊大抢。最后，这个畜牧业者不得不让步，改善相关的设备。启动这场抗争运动的公民团体纳色东港溪的保育协会，因是用什么款的方法来改善受到污染的溪流，和清气的河床重建天日的？做伙来看。美丽的景伫大武山脚参入的水圳串起一条街一块巨岩，向外扩散成为聚落。这是屏东县万峦乡的五高村。这个就是我在种那个原生种，就是这样种。就是这一棵啊，前一天是不是下大雨？可是它不会被水冲走，因为其实我里面是用竹筒一样。一群人伫咧撩水，围着岸边的事物真好奇伫讨论。五高水涌泉源自大武山的天然水美。水四季拢恒温，造就水圳中的生态特别丰富。每到热天，都有真侪游客会来。听完了生态导览，重头戏还在后头。我们要体验的是五沟水的特有飘飘河，这个是回收的内胎。等一下我们要搭着它，享受漂流的乐趣。所以大家准备好了吗？好了。好，那我们准备1、2、3，出发喽！好，可以。可以。迎着微风漂流之下，欣赏沿海风景。热天的烧气瞬间退散，飘飘河其实就是早期客家文化的创邦的，是较早庄脚囡仔上时行的水上活动，今摆变成人气的亲水行程。今日头前为大家导览的老师是五高水守护工作站的总干事林品贤。2009年，莫拉克洪灾后，工作站启动湿地生态保育工作，利用体验式活动，重新和民众亲近水圳。我今天特别喜欢那个水流湍急的部分，我觉得它很刺激，跟那个水乐园的不一样，很自然啊。那边的就是一些生态自然什么的，有一些生态是我们在都市看不到的。给长了很多知识。原本的出发点其实就是做环境教育，让可能是都市的人，然后在地的小朋友，让长辈就是了解这一条水圳，然后了解，等于说在地居民可以更了解他自己的生活的地方，然后重拾他们水圳跟他们生活的关系，这样。就惊游客伤济，增加环境负担。工作站实施总量的管制，因为五高水湿地有包括一枝花、探青草、加屏东石龙草等等原生动植物。最近几年来，在地志工加强保育，希望讲让五高水回归更加原始的面貌。我们在做的其实是栖地营造，就是我们这边就是在维护一个那一些生物它最后的那种避难所啊。那如果有一天下游那边大家把它处理得更好，水质恢复了，那边生态也可以从我们这边再回到那边。从里山的观念到里海中间的里川，我们几个乡镇长联合起来，跟我们的公部门联合起来，有心要做好我们的生态的一个保护，更把我们的养殖业的私人部门的力量结合起来一样，所以说公私协力，水好一切都好。东港溪长44公里，路经过万峦、内埔、潮州等13个乡镇，流域周边每一年遭受60万只猪超过1600个畜牧场的严重污染。即马唔那上游万峦乡各地嘛陆续发动保护家乡溪流的行动。这个利藻好像越来越多了会把这个水草啊，让水草复育了。那有水草之后，我们这条圳的生物呢，就比较容易栖息。沿水门一路顺势到路边的水圳，屏东内埔乡的东片社区有一支环保志工团，
全民组成巡守队，排班监测水质状况，同时甲乡公所清洁队串联，随时出动客站。我们非常重视我们的水质，那近几年来养猪户陆续污染这个东片的一个环境。那这4、5年来，我们群集各方面的力量，无非就是要让所有业者从我们的同理心来爱惜我们这块我们喝的水，我们的水资源。监测到里面的水的污染情形，它的溶氧值也好pH 值也好，科学的数据已经可以传输到我们的村的办公室，我们在电脑里面马上就可以掌握这边的资讯。我们巡守队在环保局补助下，社区和水质的监测设备、控管排放源头多方面的努力下，水草慢慢有个发出来，甚至还有鱼的踪影。不过这一路行来并无轻松。因为它的排放口是在这里，所以我们装了监视器，就是为了要监测它的排放，看半夜什么时候来排放这个污水。全民甲业者对立多年，2018年，环保职工团体团员家己开钱，伫市场场外口的排放口斗监视器，和双方关系更加紧张。一直到启动公私协力模式才改变。几年来的一个对立情形，让我们的问题没有办法去解决。那一直到现在，我们开始有这个所谓的游说团，我们希望集合环保局、集合乡公所以及全村的村民一起来监视监督这些污水的一个处理。希望你们也把它做好，大家一起来解决这些问题。定时喷出的酸水，若杀菌，同时可会使除臭净化空气。喷槽砍挂降低怪味，甚至伫治疗中让一寡益生菌改善猪的体质做体内环保。经过游说团的沟通，业者表现善意，开动本改善设备环境。养猪环保意识会越来越重视这个环保的问题啦。它早也要做，晚也要做，然后是刚好这一次东片社区他们有成立这种稽查巡守队，来针对我们这种高污染性的业者，所以刚好借由这个机会花钱来把这些设备来做一个改善，也是想说能够做到零污染，不要去影响到别人，算是一个长久的工作啦。感谢我们的社区的志工环保志工大家都能够通力的合作。养猪场呢有造成的压力它有在用心的来改善，臭味呢也是有减轻不会那么臭了。这一条沙仑河昔日的功能是农田水圳，不过大约在15年前畜牧场进驻之后，便受到了污染，直到2018年又开始有了变化。现在的沙仑河已经清澈见底。水底石头看现鱼仔伫其中伫游，岸边阁有田野伫土食。滨龙县新埤乡的沙仑河，就是启动东港溪流域净水的起点。原汁原味的排放中，现在等环保局的稽查员来。回顾3年前，画面根本是2条溪还未处理的拓木废水，直接排入溪有够臭，这是新埤乡民多年来的噩梦。2017年5月份，南势东港溪保育协会集合在地居民甲政府单位，成立拓木游说团，加强巡查检举，成功救回家乡的母亲河。这中间的居民呢，也都去举发过去抗争过但是呢，因为大家都是个别举发。所以很快都被威胁，所以我们就找了环保局跟农业处呢，私底下我们就结合起来，成为一个工作圈。这里沿岸的每一家畜牧场，我们都去拜访一次，其实就是去检查它的为什么你容易会发生这个排放污染的原因，对照目前农委会有补助改善那个畜牧污染的那个辅导的项目，这样的话他们也可以拿到一些补助款。好，等于有一个诱因也给他们。公私协作，只要发现污水，就会自行流通，同步的检举。较无1年时间，沙仑河为严重的污染进步甲较轻微的污染，要互河川变成全乡的共同信念。万峦、潮州、竹田都有很丰富的族群的古迹，还有那个老房子。那如果水一旦干净的话，它就可以加入观光俱乐部。
那么我们就可以重新谈了一件事是，这里的观光发展要跟水的保护如何扣一块，然后同时透过这个诱因呢，去帮水利署处理滞洪跟水质改善的这个民间的协助力量，也就用互相诱因的方式，就是说大家都要出点力啊。我们进入了现代社会，人跟水的关系已经抽离了，所以它跟我们的生活有距离之后，它被破坏，我们也不太在意了。那我们在做的就是把这件事连接起来。如果人的心可以跟这条河流有感情的话，那一切才有可能。环青人甲水的情感摧毁河流的生态，由民间发动，地方政府为助力，一场独净水行动慢慢地伫南台湾扩散。在地居民期待未来结合自然资源甲人文特色，建立河岸流域永续发展，更较侪可能。